我是阿高，今仔日咱要来去公车休困的所在。哇，有这么多公车拢伫咧休困呢。遐哪有足侪太阳能板？恁敢知影迄是啥物？嘿嘿，迄就是晒日头都会使发电的物件哦。公车休困的时阵，唔知影拢伫创啥物，咱来去看卖，行。哇！哇，足厉害的呢！遐尼重的公车，已经会当甲卷起来。哇！哇，落雨啊！这是啥物？哦，哇，在充电呢！甲阮兜的这道物车同款。原来这台公车嘛是食电的。哇，我食饭，你食电。原来公车休困的时阵爱摒扫内底。一支手机啊！应该是人客落去啊，摕在内底等人客来找。赞，好听啊！日头出来啊呢！哇！公车洗身躯。咱来去车顶看卖。原来公车休困的时阵爱食电，都爱洗身躯呢。今仔日足趣味的，咱后摆搁来去好耍的所在探险。